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有人話世上最遙遠嘅距離唔係生與死，而係兩個注定要相遇嘅靈魂喺同一個城市，但係就擦身而過。前世今生記錄咗凱瑟琳嘅奇蹟之後，魏斯博士嘅診所迎嚟兩位新嘅病人，貝德羅同伊麗莎白。貝德羅，一位嚟自南美洲、事業有成而且非常有魅力嘅男士，但係佢迷人嘅外表底下藏住一顆極度防備、唔敢去愛嘅心。佢最痛愛嘅哥哥喺一場突如其來嘅電單車意外去世，呢場悲劇將佢推入抑鬱同孤獨嘅深淵。佢覺得自己永遠都保護唔到身邊嘅人。伊麗莎白，一位美麗嘅超聲波技術員，佢沉溺喺巨大嘅悲傷入面。佢最愛嘅媽媽啱啱過世，喺感情路上一次又一次受傷害，佢極度害怕被拋棄。兩個原本毫無交集嘅陌生人喺同一時期嚟到邁阿密揾魏斯博士求助。佢哋分別都向魏斯博士傾訴今生嘅心碎。兩條睇起上嚟冇可能重疊嘅平行線，有邊個會諗到背後竟然係一場跨越千年嘅宿命？我哋今生每次嘅心痛，會唔會係嚟自另一個時空嘅殘響呢？